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，我創業嘅第一年啦。咁創業嘅第一年其實佢係最難去克服㗎。咁第一年要克服啲咩問題咧？第一年其實你最大嘅問題就係個收入，個收入會係明顯嘅減少咗好多嘅，同埋有機會係冇收入嘅。你睇翻我個表啦，呢個表就係我第一年嘅總收入啦。如果係計一年嘅話，其實得total 得5萬。咁比起我之前個人工2萬3、2萬5咧，其實係2個月嘅人工，就一年其實只係可以賺到2個月嘅人工，其實係好少。咁呢一年入邊，其實你係多咗好多時間。咁嗰一年我做咩咧？嗰一年就係咁寫呢個 demo 啦，係咁寫啲示範咁樣。咁我記得我做完個網站之後咧，網站你一定要做嘅，即係介紹你公司做啲咩啊。我就會寫我公司係寫啲軟件啦。咁我之前就開發咗一啲demo 嘅，即係啲記憶體資料庫嘅應用程式啦。咁擺咗上喺網站度，咁就有人就喺網站邊揾到我去做一個二手買賣嘅程式。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創業嗰陣時嘅收入咧嘅 project 啦，都係會唔收訂金嘅。即係點咧？因為你嗰陣時係冇任何客冇任何經驗，咁要攞 project 係比較難啲嘅。所以我第一個二手買賣啦，呢個珠寶產品管理系統啦，同埋做呢個 marketing 嘅 web app 都係冇收任何訂金嘅，先做咗出嚟俾個客 OK 先收錢。咁呢個係我第二個嘅策略啦，即係你一開始係乜都冇嘅話，你想要攞到 project，你最重要唔係收入，你最重要係工作 project。咁做完之後，你先會有機會有之後先會有收入嘅。呢個就係創業要克服嘅一個最大嘅問題。咁我就好彩啦，去到第三、第四個就做咗個漫畫嘅租值軟件。咁所以喺呢個漫畫租值軟件，我一開始都係冇收任何訂金嘅，咁做咗出嚟先。咁到做完交貨嘅話，先收到第一個8,000蚊嘅訂金。咁就因為呢套嘅話，我哋發覺我之後就喺度係咁賣啦，即係我可能係8,000蚊，即係16,000做咗一個軟件啦，咁咪5,000蚊去賣。咁你見我第一年其實我都賣咗一套啦，咁之後就好快就兩套三套咁樣，咁好快一年咁樣收十套，咁十套一年就5萬蚊嘅話，其實都個 profit 都唔錯，即係可以維持咗我嘅生活先啦，起碼。咁呢個就係我第一年要克服嘅一個最大嘅問題。如果你要創業嘅話，你要克服，你就首先要諗呢樣嘢啦。咁我就由屋企開始做啦。咁屋企有電腦，我只要買一個開發軟件，咁其實成本就好低嘅。所以你創業嗰陣時最好就如果好似我咁樣，即係一個人去做，跟住就喺屋企開始去做，盡量降低個成本個支出。咁你可以起碼可以維持1年2年。咁我好彩就第二年已經有漫畫租借系統啦，跟住發展到 VCD 影碟嘅租借系統。咁之前我做嘅一個產品管理，即係第二個客咧個產品管理系統，我就開始再研發成一個零售系統啦。跟住因為有零售系統，所以可以賣嘢，就可以發展呢個髮廊啦、零售啦、美容啦。開始慢慢多咗好多唔同嘅軟件，咁就開始咗我創業嘅路啦。咁之後行得就會舒服好多，因為好多都係賣軟件嘅收入。咁我只係每年咁樣接啲客嘅 project，每年去做啲新嘅 project，咁樣去維持。之後到公司發展到一個規模嘅話，即係開始好多 project 有好多客。咁我就開始揾人去幫手做銷售啦，幫手做開發啦，開始去用人嘅資源。咁一開始我覺得係首先就賺咗自己一個嘅人工先，你最 basic 要賺咗自己嘅人工，到自己人工已經 cover 到工作好多，咁你先開始去擴充去做。咁創業最重要嘅話就係你嗰個做嘅嘢係個市場係需要嘅。我寫軟件嗰陣時個市場係需要有人去開發唔同類型嘅軟件，開發各行各業唔同嘅軟件，因為嗰時有呢個需求，所以我呢個行業係有得做嘅。第一件事就要決定呢個行業有得做，第二件事你就慢慢守住呢個行業，堅持咁樣去做，做出嚟就開始你就可以有足夠嘅收入，你先開始去揾人去幫你做。千祈唔好到未有收入嗰陣時就揾一大班人去做。我見有伙伴係一開始就發展咗4個、10個人去做，咁有 project 當然好啦，但係當冇 project 嗰陣時個壓力就開始大。咁好似我而家開始都縮到盡量一個人去經紀公司啦。咁而家所有嘅工作都係交俾人去做，咁開發軟件暫時係我去做，但係未來我都開始想揾人去幫我跟啲開發軟件，我開始可以
離開，即係去離開間公司，而個公司可以繼續經營落去。呢個就係我未來要發展嘅方向。咁今日要分享就咁多啦。鍾意呢個頻道可以訂閱，拜拜。